上星期嘅預測復盤，我哋嘅系統喺英超同歐聯板塊依然經歷咗嚴重嘅算法失效，總戰績15場，比賽贏得6場，走水2場，輸咗7場。英超爭啲全軍覆沒，5場比賽淨係中1場。歐聯亦都係走水1場，輸1場，勝率極低，預測結果同實際賽果出現嚴重斷層。頂級聯賽嘅戰術維度太高，舊嘅 AI 模型過度依賴射門次數同埋基礎預期入球。但喺英超同歐聯嘅高位逼搶之下，呢種淨係睇射門一刻嘅靜態數據，根本無法解釋複雜嘅無球跑動同空間拉扯。喺頂尖對決入面，真正嘅殺機往往隱藏喺起腳前長達幾分鐘嘅無球跑動入面。舊模型完全漏算咗呢啲隱性嘅戰術壓制。所以針對英超同歐聯，我哋換咗新嘅分析角度，我哋唔再單純去算邊隊射門多、入球多，而係去深入計算邊隊嘅傳球更有殺傷力，同埋邊隊將球場空間壓迫得更好。我哋直接用比賽場上嘅真實戰術細節嚟做預測。至於沙特聯同西甲，上星期嘅數據已經證明，我哋原本嘅計算方法喺呢啲聯賽都仲算精準。對於呢類實力差距比較明顯、戰術相對直接嘅比賽，我哋會繼續沿用之前成功嘅舊方法，一齊睇結果。黑哥會堅持發佈預測內容。如果你都想用 AI 玩轉足球，關注黑哥，加入黑哥嘅公開群，入面嘅預測報告每日更新。